無論處境點樣，都有宇宙陪住你。歡迎翻到嚟，一齊揾翻內心嘅平靜。所以問題嘅核心從來唔係發生咗咩事，而係你點樣睇發生咗嘅呢件事。我哋常以為自由係令事情照住我哋嘅諗法發展，但好多時候人生唔會照住我哋呢個小我寫嘅劇本行。努力咗好耐，但冇成功；付出咗好多，但最後都係被辜負嘅情況比比皆是。呢個時候，如果你將一切都推俾命運，其實只會越嚟越無力，甚至陷入一種好隱晦嘅受害者心態。反正我點做都冇用，但我仲做嚟幹咯。但楊博士話，命運唔係用嚟怪責嘅，而係用嚟放下嘅。放下咩？放下自責，放下控制欲，放下非得要點樣不可嘅執念。有啲人會話我失敗咗係因為我過去嘅業力，淡樣諗並冇咩錯，但重點唔係去幫你嘅失敗揾一個原因，而係去揾嗰個出口，因為你永遠可以重新開始，永遠可以 reset。呢個亦都係點解楊博士會話注定其實係一種療癒嘅講法。呢度要講個嚟自若文黃老師我好中意嘅觀點。佢話我哋有一個人生藍圖，靈魂喺嚟到呢個世界之前已經畫好一張地圖，但點樣行完全程，嗰個係留翻俾你自己去完成嘅。所以呢種注定並唔似某啲人諗啖樣，有某種神秘力量喺背後操控我哋，亦都唔係話我哋係某個被拋入命運漩渦嘅小人物。佢更加似係你出門口嗰陣喺 GPS 入邊輸入咗個目的地，等你個導航知道你要去邊，於是佢就開始幫你規劃路線，然後你或者會好順利淡行喺嗰條規劃好嘅路線上邊，亦都可能你會繞路、塞車或者迷路。遇到呢種情況，導航就會默默幫你重算 recalculating， 再一次帶你翻去原地，翻去原來嗰條通往終點嘅路上，而嗰個終點就係你靈魂一早設定好嘅地方。所以你呢一生會學識啲咩？會遇見邊個？會喺邊度經歷某段成長？唔係一早就寫到掘掘你巨細微為，令你只能夠淡樣去做，而係嗰個主軸同方向係你自己喺更高嘅層次講好要行一轉嘅。人生唔係一條不直嘅高速公路，而係一張藏住好多可能性嘅地圖。你可以一直開錯路，亦都可以忽然踩中一個出口，行到一條更快捷嘅捷徑。而就算你一直行錯，導航亦都唔會發火，唔會去怪你，只會講一句 recalculating， 然後繼續幫你重新計算路線，等翻去嗰個之前設定好嘅方向上邊。若文黃老師呢個比喻非常之巧妙，但等我哋理解到，即使人生有一個大致嘅藍圖或者方向，我哋依然可以喺過程中扮演積極嘅角色。我哋嘅每一個選擇同經歷都喺度塑造緊呢段旅程。呢種理解與好多靈性教導中提及嘅靈魂嘅功課或者生命合約嘅觀念係相呼應嘅。佢哋都指向我哋嘅生命係喺一個更大嘅背景之下展開，並且呢個背景最終往往與一個更根本、更整體嘅實相緊密相連。但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呢一點呢？楊博士指出，一個真正醒返嘅人，佢樣樣已經唔注定啦，因為你已經唔再同呢個肉體 identify， 認同你嘅身份已經同呢個肉體無關啦。而呢種不認同，正係由命中注定嘅幻象枷鎖中解脫出嚟，邁向深度自由嘅關鍵。你會睇住自己演完呢出人生戲，呢個當然唔係話要你變得冷漠或者假裝超脫，而係當你可以從觀察者嘅視角睇自己，你會開始發現，原來你嗰啲情緒、反應、執着並唔係你原本嘅樣，只係你正在經歷緊嘅過程。當你唔再將佢哋視為全部嘅我，嗰啲原本揸得好緊嘅嘢就會慢慢鬆開。好多人常會話，博士有時講嘅嘢好似有啲自相矛盾，嗰個係因為佢會由兩個層面去解釋。佢常話人生可以睇成有兩條軌道，一條係我哋比較熟悉嘅相對軌道，
呢度充滿咗我哋嘅選擇、努力、行為同結果。喺相對嘅世界入邊，你今日揀食沙律定牛肉麵，你為健康所做嘅努力，為夢想付出嘅汗水，都係有意義嘅，都係構成生命體驗嘅一部分。但楊博士亦都指出，仲存在另一條軌道，嗰個就係絕對嘅軌道。喺嗰個層面，冇一個孤立嘅小我，只有完整嘅一體。呢個係一種更深層、更根本嘅真實。要理解呢一點，可能超出咗我哋平時嘅邏輯同諗嘢習慣。呢個並唔單止係頭腦嘅認知。楊博士一再強調，呢個更加係一個需要個人透過靜坐、內省等方式去體悟、去親證嘅境界。而更深層嘅自由，或者話係一種根本嘅解脫，係要喺絕對嘅層面被體認嘅。當你真正醒覺，唔再單單認同於呢個身體、呢個名、呢啲身份標籤，而係體會到自己係嗰個無所不在、超越個體局限嘅存在時，注定與否呢個問題本身就唔再係困擾啦。你唔再係俾劇本線索緊緊綁住嘅演員，而係更加似係變咗成個舞台，甚至融入咗宇宙本身。呢兩條軌道，絕對與相對，無限與有限，並唔係互相排斥，而係同時存在。而佢哋嘅交叉點就係當下，全然地活在當下，帶住覺知去體驗每一個瞬間，你就有機會從局限嘅視覺瞥見，甚至融入嗰個無限絕對嘅真實。呢個正係修行嘅關鍵所在，亦都係理解注定與自由並唔矛盾嘅鎖匙。呢個就好似你喺影院睇緊一部戲，劇情或者有啲沉重角色，經歷好多痛苦，你亦都會跟住劇情開心或者難過。但係睇嘅過程中，你亦都始終知道呢個只係一部戲。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嘅人生好似集咗一場災難劇，一場荒謬劇，一場你唔想演落去嘅獨角戲，你只要記得，你唔係只能夠企喺台上邊硬住頭皮演到尾，你亦都可以退後一步，坐翻去觀眾席，淡樣你依然可以睇到劇情，但你唔會再被劇情牽住行。呢個就係觀察者嘅力量。所以你睇，由一開始嘅疑問，如果一切都係注定嘅，但我哋仲需要努力咩？我哋一路行過嚟，換咗視覺同諗嘢層次，亦都換咗角色，由執着控制嘅我，到願意努力嘅我，再到睇清一切只係戲嘅我，甚至可能根本冇一個我。最後我哋發現呢啲所謂嘅我，其實都係同一個靈魂喺學習嘅唔同階段。命運係一個設計好嘅舞台，但呢個舞台唔係用嚟懲罰你，亦都唔係嚟操控你嘅。靈魂唔係嚟掌控劇情，而係嚟體驗角色嘅。當你真係明咗呢一層注定呢個詞，就唔會再令你感到絕望，因為你會真正明白自己唔需要去對抗所謂嘅命運，亦都唔需要去證明自己，你只需要帶住覺知放鬆膽去體驗每一個瞬間。呢個就係點解幾乎所有深刻嘅教導都會話俾你聽，真正嘅轉化唔係喺外在事件係咪成功或者正確，而係喺你經歷佢嘅方式同意識狀態。僥倖嘅成功未必能令你成長，一次失敗反而更有可能令你更深淡睇見自己，做咗啱嘅選擇。若冇覺知，嗰個可能只係習性。而就算做咗錯嘅選擇，若帶住覺知去回恨，亦都可能係一次覺醒。所以楊博士先至會話，一切都係注定嘅，但你仲係要做你最好嘅，因為只有你自己先至係嗰個可以令命運變得有意義嘅人。對啦，由一體嘅角度嚟睇，或者亦都本無所謂咩意義，但呢份全然嘅投入，呢份喺每一個注定嘅當下做你最好嘅，佢本身就係自由，就係生命最完整嘅表達。我哋下一集再傾多啲關於身心靈嘅事情。如果大家中意，就請按讚同分享呢一條正念嘅視頻。
希望可以喺水瓶座年代裏面，讓更多人能量得到提升，更多人走向覺醒嘅道路。